美国超级拜二两大党拢办初选，无意外会有现任拜登正任川11月搁再对决。日本 Uber Eats 推出机器外送员，伫咧东京日本桥附近服务，是会向家己闪人闪物件。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早暗11点外，若是还要困，还咧耍手机的观众朋友，应该是有发现这面册、Instagram 等等的社交平台拢各样，这口罩是莫名其妙登出，登拍密码嘛袂入去。全世界是有几60万人拢碰到这款情形，就造成母公司Meta的股票大落。即阵是有3个骇客团体讲是因发动的网络攻击，不过是也未方向证实。上网页查，因为 FB 也不能用，然后 IG 也不能用，然后Twitter也不能用，我要传讯息，结果都传不出去。我都登入社群平台真困扰 ，Meta 旗下的 Facebook、Instagram 加 Threads，伫台湾时间拜二暗时11点外发生大动机，影响全球几60万名用户，而且未少民众发现，互无缘无故登出，就算输入正确密码也无法登入，也有人以为互盗用去咯。怎么脸书都被登出了，然后我的 IG 也上不去，我想说是不是我网络有问题？我有输入密码，而且我现在脸书其实还登不进去因为他要我用另一个装置登入，然后我还在我还没有时间去弄。网络上大家哀叫，是不是引发美国北京国安会密切关心？在经过2点外钟修理了后，用户才陆续恢复正常使用。对着发生的原因，Meta 只是讲是技术的问题，无具体说明详细情形。不过有3大骇客集团讲是因斗阵发动网络攻击造成的，依然无被证实。不过诈骗集团趁动机的事件来行动。我一打开我的邮件信箱，我就看到这封 email， 账号有问题啊，然后好像有人要盗用我的账号啊，然后叫我要赶快去修改我的密码。线上内底向阳出现挂名 Facebook 的配件，提供该密码的验证号码，互科技公司执行长林义敬是警觉，因为家己无伫个Meta动机期间申请换密码，也提醒民众，收到这种电子的邮件要特别细腻。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不要直接点选这个邮件或这个讯息里面那个连结因为我们要判断它是真的是假的，真的是很困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退出来，我直接去从Facebook 它的官网那个地方进去。林义敬讲，这种诈骗的邮件也是改善愈来愈为以假乱真，更加利用民众惊吓心理来骗人，爱细腻。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美国众议院提出法案，和 TikTok 6个月内甲中国的母公司切断关系，若无就要全美国禁用。苹果也是 Google 若提供 TikTok 的软体嘛，算是违法。韩国朝鲜日报报道，韩国银行公布去年国民所得的统计，平均 GDP 是33745块美金，成长2.6%。咱台湾才刚超过1年，就警方拼上去。英国《Times》报道，美国科罗拉多州2个警察利用手机的定位掠贼仔，说是走唔着警，破坏着一个无辜民众的厝。判伊是判这警察爱赔人1.2亿个台票。刷落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交易货币比特币交易计数冲破6万9美金，破纪录。上尾是《华盛顿邮报》，国际刑事法庭指控2个罗西亚将领涉嫌下令攻击乌克兰的百姓甲电力设施，犯战争罪，发出国际逮捕令。菲律宾的海巡舰昨日护送船仔伫南海补给的时阵，是去互中国的海警船炸落来。双方的船仔是有去挨着弄着，中国的海警搁射水炮，造成4个菲律宾的船员受伤。菲律宾的官方就吊起中国驻马尼拉大使团的副团长表示抗议。美国的国务院嘛批评中国的起诉。两只船舰特别互相弄着，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赶紧拼出反冲物夹伫船舰中，严格有关听到船舰弄着声音。菲律宾海岸防卫队采购用海巡舰斯坦港号护送组的2只补给船只，在轮班人员甲物资要去南海仁爱暗刷的周围海域，互驻守伫当地废弃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补给所受到中国海警船炸落来，非法障碍任务，造成2只船舰受压，菲律宾的船只出现结构性的伤害。We monitored about 6 Chinese warships in the area, about 5 Chinese Coast Guard vessels, and 14 militia vessels. So we were clearly outnumbered yesterday.
对阵咱特别小动，中国海警无任何补救动作，佮继续翕影片，而且伫同一天召开记者会，警告批评菲律宾的海巡舰超过移动中国海警船，所以责任伫菲律宾，向菲律宾提出抗议。不过菲律宾反驳，控诉中国海警甲其中一只补给船围起来发射水炮，河船的挡风玻璃破去，船顶4名队员受伤。 Well, I was on the bridge with the crew, with the Rore team, when they hit us, and it was really high pressured water, water cannon ang they use, and it resulted in damages. Medyo malakas. It shattered the windshields of the ship, and caused some injuries to our personnel. 这只补给船因为受到攻击，造成补给任务失败。菲律宾外交部就召见中国驻马尼拉大使团的副团长，表达抗议，而且要求中国的船只即时离开仁爱暗杀区域。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根据海基重视仲裁法院，2016年的南海裁决，双方冲突的地点是菲律宾的经济区，中国无合法的海权，谴责中国的行为以外，嘛消停菲律宾的立场。国视新闻台是唐平玉。 美国总统大选关键的3月初5超级拜日，即将是由15州甲一个海外领地办党来初选。现任的总统拜登是无啥竞争对手，赢甲轻轻可可。前总统 Trump 对上前州长海莉嘛大赢，这海莉是干那摕到1州。照这个办势看起来，11月应该就是拜登甲 Trump 搁在对决。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初5分别伫15个州甲一个海外属地美属的萨摩亚举行超级礼拜2的总统提名的初选，结果亲像外界预期，现任的总统拜登甲前总统川普分别伫10几个州大赢。 But we're going to win this election because we have no choice. If we lose the election, we're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川普伫佛州的庆祝会继续批评拜登的边境甲经济政策，伊伫共和党内，敢若剩一个竞争对手海莉，敢若赢和平得州，因讲已经无倒来挽救。伊发声明讲，今日有几啊百万美国人支持家己，代表以往有真侪共和党的选民对川普有真大的烦恼。不过，是毋是也坚持要参选到底，伊是无明讲。 也若现任的总统拜登无明显来挑战对手，超级礼拜2初选也摕到真大胜利，只是伫美属萨摩亚似乎知名度无悬的企业家拍满。拜登发表声明讲，川普决心要来摧毁民主，北大女性决定生育甲健康照护的基本的自由，要为有钱人开一个减税大门。 经过卖互历史搁再发生，也毋过拜登甲川普平均的年龄80岁，未少选民认为因已经无适合搁再做总统。 We have Biden and Trump to choose from. It's disgraceful. It's just disgraceful. We don't need 2 octogenarians in office running for office. 拜登甲川普伫初选时摕到的党代表票，慢慢往向提名标准，毋过也各自有因的问题。拜登伫明尼苏达州甲进前密西根州面临进步派甲回教选民发起投下无承诺支持票的抵制运动，抗议伊支持甚至资助以色列入侵加沙，得票率明显有加。川普是4项官司才伫拍，而且伫高等教育程度选民的支持度是明显输海莉。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 外送的商机真兴，未来甚至是会发展甲用机器人斗送，亲像即阵日本就已经有啊。就是这台 Uber Eats 公司推出的机器外送员，目前是伫咧东京中央区日本桥附近服务，300公尺远的所在，大概是7分钟会送到位，伊会向家己闪人闪物件。也若是咱台湾，刚刚伊嘛打造出这台机器外送员 Qbot One， 去年已经伫咧高雄软体分区外送。 未来是有机会伫搁较侪办公区服务。即马伫日本东京的中央区日本桥，点 Uber Eats 来送餐的可能是这款的机器人。ここ日本橋エリアからデリバリーロボットを活用した Uber Eats の配達が日本で初めてスタートします。Uber Eats 日本甲三菱電機合作，設立啟動自動配送機器人，伊收到訂單了後會先去餐廳。 咱店头甲餐点放好了後，再送去户外指定的地點，互人客摕飯包。 It can run by itself. You can know where to go once you upload the map locations, right? You can navigate exactly how to get there. But there's always a human operator in the background watching the robots to ensure that in the event of any emergency, there's very quick response. 這款的配送機器人時速有到1點鐘5.4公里，300公尺的距離差不多7分鐘就會到位。 有配監測器，會當閃開人甲障礙物，嘛有設置會當緊急凍店的功能。若真正出狀況，
路人的人嘛会当互机器人停落来。可愛くてすごくなんか気になって見ちゃう。ぶつかるっていうよりも気になるからこっちも少し避ける感じになっちゃうけど、とても可愛くていいと思います。でもそうですね、あまり人の手が加わらない分安心かなっていう気はします。何かされてたりとかしないだろうなっていう。Uber Eats 进前已经伫咧北美提供机器人送货服务。日本是第2个启用这个服务的国家，部分的原因嘛是因应日本少子化、劳动力愈来愈欠缺的情形。目前 Uber Eats 先互配送机器人，甲日本桥几啊间餐厅合作，敢若会当送餐去室外。不过未来服务的范围会扩大，配送机器人有机会入去较大楼，送去人客因兜或者是办公室的门口，嘛有可能应用伫农村，服务有需求的聚会人。另外一个嘛甲美食相关的消息，电影界的大代志奥斯卡颁奖典礼会伫7月举行，得奖的人还未出来，不过奥斯卡之夜的宴会菜色已经先公开。How many? We have 100 pounds of Wagyu beef. We have 160 rack of lamb for the Chinois rack of lamb. We have 60 Peking ducks. We have 40 pounds of caviar. We have 20 sides of smoked salmon. 包括各种做了真幼稚的甜露，奥斯卡小金人造型的巧克力豆、日本牛肉、北京烘鸭、红山文鱼、甲海产饭等等，菜色是800款。当然，还佫有芳国醇的葡萄酒甲高酒。负责的总曝光，希望大奖出来迄一天，好来学一线的名车，拢会当放轻松，欢喜享受这的好料理。公司新闻7万0编译。鲨鱼游泳衫因为会当降低水的阻力，当年推出了后，就有真侪选手拍破世界纪录，不过嘛引起争议。是讲后来国际比赛就禁止穿鲨鱼游泳衫。时阵，共一个厂商 Speedo 佮研发出一款新的游泳衫，讲世界游泳总会是已经认可啊。所以讲今年的巴黎奥运应该都有袂少选手穿，效果安怎？到时阵咱就知。当奥运的选手穿鲨鱼型的游泳衫受水，会有啥物结果？ And it makes you feel fast. It makes everything feel easier. 鲨鱼型的游泳衫是厂商 Speedo 第2008年所推出，讲会使减少3%以上伫水内阻力。有数据显示，伫鲨鱼型游泳衫推出了后的2年内底，游泳的选手总计创新147项世界纪录。这对美国奥运金牌游泳选手菲尔普斯帮助上大。将游泳衫伫水内底拍无对手的关键，就是布料采用来保护太空卫星的大残，会发挥真好的排水的功能，互选手能受甲更较紧、更较省力。 And essentially what water repellency does and why it's so important is it does just help the water to flow as smoothly as possibly over the athlete. It makes them as smooth a shape as possible going through the water, and that's what helps to make them fast. It also stops the suit itself from absorbing any water that doesn't need to. 这款鲨鱼型的游泳衫虽然伫各大比赛创下好成绩，不过也引发所谓科技禁药入期。世界泳总的前身国际泳联伫2019年就正式下令禁止选手穿高科技的游泳衫。不过去年11月，业者讲因研发的上新一代游泳衫已经得到世界泳总的许可，未少即要参加巴黎奥运的选手拢会穿着这领件衫来参加比赛。 For me, I'm a big mental swimmer, and so if I believe that what I'm wearing is doing something special, then it will help me perform well. 重新出发的鲨鱼型游泳衫，伫今年的巴黎奥会带来什么款的惊奇？各界拢真想要知影。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加密货币比特币涨的交易计数是冲到6万9美金，破历史纪录。不过过无偌久就跌到6万2，起起落落争差8%。若是要投资，千万要谨慎。 2009年推出的比特币是全球头一个以加密技术存在的数位货币。在无中央银行的架构之下，真侪无愿意受到传统支付工具限制的人是真介意。2021年11月7日，比特币交易的计数创下68982.2块美金的纪录。不过了后1年内是大了超过75%，红号做是加密货币雷曼兄弟事件。暂时的落车了后，比特币计数阁一路爬起来。 带动规个加密货币的行情，从2023年以来出现超过150%起的幅度。Bitcoin is, by far the biggest cryptocurrency. It's the oldest. It's the most established. If people are bullish on Bitcoin, I think they're also bullish on the broader asset classes. So absolutely, I would expect a trickle-down effect, if you like, of this positive sentiment into the rest of crypto. 针对投资人有一路足悬的关系，
分析师提醒，比特币15年来是大起大落，出现过4届落超过75%的情形。这届虽然因为美国金融机构一个手买真济，而且比特币需求坐过供应，指数继续欠悬。而股未来几啊季表现嘛袂歹，不过短期的盘整幅度是伫10%至20%之间。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德国柏林有高压电塔起互放火，影响到电动车特斯拉的工厂。有环保团体出来讲是因做的，因为因反对特斯拉国厂，批评这特斯拉的工厂破坏环境甲生态。德国警方检查伫咧东北部布兰登堡内面一座高压电塔，因为这座电塔敢若互人放火，造成格林海德附近真侪城市，包括特斯拉的电动车超级工厂在内，拢无电通用，生产线规拢停落。特斯拉的超级工厂伫咧柏林东南边，是伫欧洲的第一座制造厂。好佳在这场大火无炭烧到工厂。警方讲，火已经被拍花。Die Produktion ist jetzt stillgelegt. Für uns ist das hier wirklich ein Anschlag auf diese Industrieansiedlung hier in Brandenburg. Wir haben über 12.000 Mitarbeiter, die wir jetzt momentan nicht weiter beschäftigen können. Das bedeutet für uns einen wirtschaftlichen Schaden im hohen neunstelligen Bereich. Und wir haben momentan noch keine klare Sichtbarkeit, wann wir hier wieder mit der Produktion beginnen können. Sind natürlich im engen Kontakt mit der EDIS und versuchen hier sehr schnell Klarheit zu erzielen. Und ja, sobald wir dann das Netz wieder aufschalten können, werden wir natürlich die Produktion wieder hochfahren. Aber einige Schäden werden dann möglicherweise auch erst sichtbar werden, wenn wir dann wieder zuschalten. 特斯拉伫咧格林海德工厂的扩建计划遭受到强烈的反对。特斯拉希望，和这个厂的电池产量会当增加1倍，不过为了要扩建工厂，才错真侪森林，和当地居民反对，强调工厂会破坏水源的供应。环保人士自3月初就走入去特斯拉工厂附近的森林，进行所谓的录影占领活动，要阻挡工厂的扩建计划。Ja, saubere Elektroautos sind eine dreckige Lüge. Hier Menschen vor Ort wird das Wasser geklaut, aber auch da, wo die Rohstoffe für die Autos herkommen, werden Menschen ausgebeutet und Natur zerstört. Was wir brauchen, ist eine sozial gerechte Mobilität, an der alle teilhaben können. Dazu gehören keine überteuerten Autos, sondern öffentlicher Personennahverkehr, den sich auch jeder leisten kann. 叫做组织火山集团的人士讲，这场火是因放的，并且讲这是因对特斯拉的德国厂的破坏行动。这也是特斯拉德国超级工厂的供电第2遍被破坏。这件代志也造成特斯拉的股价跌2.8%。特斯拉首席的执行长马斯克批评放火人行为是正恶。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废弃的囡仔无法度家己分解，现在不管的污染环境，烧掉过污染空气。非洲的奈及利亚就有一间回收公司，是把这旧囡仔加好水，做地砖、衬托，甚至是艺术品。唔那解决污染的问题，嘛带来商机。根据统计，全球每年拢会产生10亿个袂用的搁再使用的轮胎。这个旧轮胎毋是对日本市场造成环境污染，啊无就是用烧的甲处理掉，造成空气污染。有的旧轮胎互人四界黑白蛋，搁会积水生蠓虫，引起天狗热等等的传染病。毋过，伫非洲国家奈及利亚有一间公司专门回收旧轮胎，搁利用旧轮胎来制作出各种新的产品。这间公司先将回收的旧轮胎加做精油的脆片。然后加一寡黏黏的胶，入去甲这个脆片拿来搅做伙，再搁将这种材料放入去模仔内面，等定起了后，就变成一块一块，会当用来铺伫路面的地砖。另外，亲像学校也是互囡仔耍的公园，嘛会使使用这种旧轮胎做的材料来铺伫涂骹，非常安全，避免囡仔跋倒的时会受伤。毋但安尼，这间公司佫用回收旧轮胎做的材料来做衬托的鞋底，甚至是各种艺术品甲装饰品。So our flip-flops are also made from recycled waste tires. Our top layer here, you have a polyurethane foam, which is also degradable, will degrade over time and it's not harmful to our environment. And then the bottom layer, you have made from the recycled waste tires as well as the hard work that we have on the wall. 事实上，这间旧轮胎回收公司伫2018年就成立啊，当时敢若有4个员工尔，但是即摆的规模已经扩大到有150个员工。不只是解决旧轮胎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嘛替当地创造真侪工作机会甲商业机会。They are earning their source of livelihood today, and the products they make from there, they can sell locally and they can sell internationally.
这间回收公司成立到今，已经回收超过60万的旧轮胎，是全奈及利亚唯一一间伫回收旧轮胎的公司。奈及利亚官员表示，希望未来伫全国更较侪所在，拢有参照这款的旧轮胎回收处理工厂，才会当互回收的速度更较紧，帮助奈及利亚彻底解决旧轮胎造成的各种问题。记者甘明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美，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